命主咧好容易會係一種專業能力好強，但係佢嘅人工追唔上佢嘅專業背景。如果你用呢樣嘢嚟開公司創業嘅話呢，未來好容易達成6位數字嘅月收入。歡迎大家嚟到星軌堂嘅實例命盤系列第3集。唔知大家 freelancer 有冇經歷過明明好多時間，但係接極都接唔夠 job 嘅感覺？今集呢一位命主呢，佢就係一個全職嘅 freelancer， 但係佢近排陷入咗呢個人生嘅低谷期，所以佢而家面臨緊開工不足嘅情況，尤其是而家 AI 越嚟越猖狂。咁都同之前一樣，就係我首先會講下呢個命主之前過去發生過嘅事。如果你覺得我嘅論述係你本人嘅話呢，咁先好聽接下嚟嘅建議。咁如果唔係你覺得我嘅論述唔係你本人嘅，就代表呢個命盤唔啱，因為我哋未經核對嘅呢個命盤。呢個命盤命主講咗3件事。首先第一件事，命主就係話佢2000年嘅時候出過國讀書。呢個命盤嘅話呢，呢個命主其實佢有一個學歷高嘅表現，而且佢可以有呢個移民格。佢嘅吉化串聯有主要2個大結構。首先第一個由子女宮領軍，子女宮化祿轉忌，同父母宮交祿。咁其實子女宮呢就可以先唔睇住，因為子女宮並不是讀書嘅結構。咁由父母宮開始，父母宮就係正規嘅學歷、正規嘅學業。父母宮化祿轉忌，咁父母宮同事業宮有串聯嘅話呢，咁就代表佢呢個人可以有學以致用格。學以致用格即係咩？佢讀嘅嘢同做嘅嘢可以有相關，可以讀翻佢自己，可以做翻佢自己讀嗰一行。然之後轉忌串連田宅宮化祿轉忌同新年祿遷移宮財帛宮交祿。咁財帛宮可以唔理佢，因為財帛宮並不是讀書嘅結構。但係田宅宮同遷移宮咧，呢個就係一個好強嘅驛馬員。咁有驛馬員嘅人呢，尤其是係遷移同田宅交祿呢，咁佢呢個就係可以移民格，而且佢呢個讀書能力嚟講呢，好大機會可以讀到 master。但係雖然話命主佢嘅學習能力係足以讀 degree 或者碩士，但係如果睇翻2000年呢個時間呢，其實佢而家主要係田宅宮嘅契應。田宅宮嘅契應即係咩呢？代表屋企有資源可以送佢出國。但係佢而家父母宮同事業宮都冇契應嘅情況下呢，而家呢個時間嘅讀書運係比較弱，佢自己好容易會無心向學。然之後另外一方面我哋睇埋忌嗰方面啦，命宮福德宮忌入父母宮轉忌再轉忌串連，父母宮啱我哋話係讀書位啊嘛。然之後如果串連埋太陰忌、巨門忌、廉貞忌嘅話呢，然之後呢度串連3忌。命宮1忌，福德宮2忌，轉忌串連埋新年忌3忌，串連埋3忌，讀書運串連3忌忌出，代表學業曾經有中斷。所以如果以呢一點嚟講呢，咁佢2000年嘅時候其實虛歲20歲，實際上年齡即係19歲左右。咁可能佢嗰陣時未必係讀 degree 嘅，咁20歲好難讀 master 啦。而且呢個命盤佢雖然係算係聰明，但係呢個唔至於係資優學生，所以我哋判斷20歲應該唔會係讀 master， 應該最多係讀 degree 或者可能嗰個年代有中6、中7。然之後如果中間有中斷嘅，可能中間有 gap year 或者斷過1年嘅，咁就可能出國仲係讀中學嘅機會比較大。然之後但係另外一方面呢，啱啱講會有機會無心向學，而且呢個結構呢，其實亦都有講有壞習，可能有機會有壞習慣嘅條件。壞習慣即係譬如話可能中意玩啊，出去玩唔知識啲咩人啊，然之後咁可能或者做咗啲同廉貞忌即係可能同啲官非，即係可能啲灰色地帶或者違法嘅有關嘅事情，咁最後令到可能出去玩啦，中意，然之後冇心向學而放棄學業，都有咁樣嘅機會。因為呢個時候父母宮正入大運嘅正厄沖大運嘅父母，所以14至23嘅時候好大機會會面臨學業中斷呢樣嘢。咁但係你話咁喺呢個讀書嘅時間都讀唔到 master， 咁我啱又話佢讀 master 嘅，咁呢個就係後面係啦，其他大運嘅時候，如果父母宮事業宮契應強嘅時候，就係佢再去進修嘅機會啦。
譬如話24至33事業宮化祿轉忌入大運嘅事業，或者34至43父母宮化祿轉忌入大運嘅父母，呢兩個大運呢，如果佢仲有心去進修嘅話呢，佢都一樣讀到上去，所以就會變咗可能14至23嘅時候，佢就會覺得唔想讀書，唔中意讀書，而且佢啱出國，咁出國佢話係英國啦，咁英國都有語言上面嘅問題。福德宮化巨門忌，雖然有新年六嚟解，新年六嚟解代表即係呢個問題對佢嚟講有得解決嘅，但係都有巨門係同説話同講嘢有關，係啦，同語言學習有關，所以福德宮化巨門忌亦都有唔中意外來嘅語言嘅一面，係啦，所以唔係學唔到，純粹只係佢自己唔中意啫。第二件事件，佢喺2009年嘅時候去過一次 working holiday， 咁亦都係睇驛馬月，因為驛馬月係代表佢長期喺外地嘅生活，有咁嘅機會，有咁嘅緣分。咁佢嘅驛馬月啱，好似同啱一樣啦，都喺田宅宮。咁 working holiday 因為同事業同工作有關，所以可以由事業宮開始。事業宮化祿轉忌同田宅宮嘅六交六轉忌，同新年六遷移宮財帛宮嘅六交六。財帛宮點解今次可以用？因為財帛宮係賺外快，財帛宮係現金源啊嘛。咁佢喺 working holiday 嘅時候，佢都要手頭上嘅錢 support 到佢去生活先得噶嘛。轉忌，然之後命六就係講緊佢會玩得開心、過得愉快嘅一個宮位。咁兄弟宮又唔再用啦，因為兄弟宮係事業成就，咁 working holiday 同事業成就冇太大嘅關係。咁喺2009年嘅時候，就係下一個大運24至33。24至33嘅時候，大運遷移嘅對宮大運命宮有坐祿嘅照應，然之後事業宮化祿轉忌偏入大運嘅事業宮，田宅宮都有坐祿轉忌入大運嘅田宅宮都有坐祿嘅契應，所以喺呢個大運佢都有足夠嘅條件可以出國。咁喺2009年嘅時候，事業宮正入流年嘅事業，財帛宮流年財帛宮坐祿，命宮化祿轉忌偏入流年嘅命宮，所以喺呢一年嘅時候，一來財帛宮佢嘅財力夠啦，二來佢嘅工作能力佢覺得想可以喺外面做嘢啦，命宮就係講緊佢想係啦，佢決定咗去呢個 working holiday 啦，所以佢就會喺2009年嘅時候出發。第三件大事就係喺2016年 quit 咗份 full time 全職開始做 freelance。咁睇翻佢嘅命盤結構，首先佢成個命盤呢，其實佢呢世人入邊，佢工作都唔會話俾人炒，佢唔會有任何嘅事業危機、工作危機，所以佢好大機會係喺嗰段時間自己決定出嚟做嘅。咁我哋就再睇佢點解佢會自己決定出嚟做啦。睇空泛嚟講，最多都係佢自己有時候工作嘅時候，會對住父母宮，會對住上司或者老闆有挑剔嘅一面，覺得佢哋可能啲決策有問題啊，可能佢哋覺得佢哋啲方法唔太合理啊，但係亦都唔會導致佢話有事業危機嘅問題。咁所以我哋睇翻吉化嘅角度，睇吉化嘅角度，呢一個命主呢，好容易會係一種專業能力好強，亦都有專業嘅技能，個背景足夠，但係佢嘅人工追唔上佢嘅專業背景，因為其實佢嘅吉化串聯好強，而且佢嘅父母宮就係一啲同專業證書有關嘅嘢，然之後串聯咗貪狼祿就係專業專技，所以呢個命主比較容易係一個有專業技術、專業手藝嘅人，而且佢嘅手藝係有證書證明嘅。我哋講話要升職加薪呢樣嘢，係父母宮同兄弟宮有串聯先會升職加薪。佢呢個命盤呢，父母宮同兄弟宮串聯太遠啦，所以反而係佢入咗間公司，佢做咗好多嘢，佢用佢專業能力解決咗好多嘅事情，然之後呢啲事情未必係佢個崗位或者未必佢嘅人工負責做嘅。即使喺2016年嘅時候，其實係有人提攜佢嘅，但係嗰陣時佢嘅選擇就會係不如出嚟自己接 job 算，因為一來佢
並不是一個好有拼搏心、好有上進心嘅人。點解話佢唔係一個好有上進心嘅人？因為有上進心嘅人呢，會係命宮嘅權拱父母宮嘅祿，但係佢呢個命盤命宮嘅權冇拱父母宮嘅祿，代表佢返工揾錢，佢係為咗自由，佢係為咗真係要揾錢而揾錢，佢唔係話有野心想做到好大，想做到職位好高。然之後，而且佢覺得以佢嘅專業能力，如果佢自己出嚟做嘅，佢揾嘅錢一來佢自由好多，二來佢揾嘅錢可能比返嘅工更加穩定。再加上喺呢個大運嘅時候，遷移宮化祿正入大運嘅遷移，原本遷移宮嘅結構已經全年情旺，代表佢呢世人入邊有機會遇到好多貴人嚟幫佢，或者係有啲 project 自己嚟揾佢嘅。咁喺34至43嘅時候，喺34至43呢一年呢個10年嘅時候，呢啲機會會越嚟越多。咁啱啱好2016年就係踏入咗呢個大運2年。咁喺34至43，即係喺2014至2023年嘅時候，一來啱啱遷移宮正入大運嘅遷移，咁遷移宮嘅契應我哋就叫人生起飛期。咁呢一個10年就係佢人生起飛期啦。咁但係去到44至53嘅時候，遷移宮化忌入財帛宮，入大運嘅命宮，正沖大運嘅遷移宮。咁遷移宮嘅祿契應，即係遷移宮嘅祿時間到嘅時候，我就會話佢係人生起飛期啦。咁遷移宮忌嘅契應嘅時候，就會話佢係人生低谷期。反而喺呢一個10年嘅時候，由2024年開始，咁佢嘅行業、佢嘅生意就開始式微啦，開始越嚟越低谷。然之後咁就會發生而家命主問嘅問題，佢可能又有 AI 嘅嘢啦，因為 AI 其實都係一啲大社會嘅科技，都係同遷移宮有關。咁好彩嘅點係咩呢？好彩嘅點就係佢而家田宅宮冇契應，代表佢呢啲行業式微，唔會導致佢破財破得好勁。咁佢之前累積嘅財富，如果佢之前有好好咁理財嘅話，咁佢而家嘅財富唔會話損失得好多。咁所以佢去到而家仲有能力、仲有條件、仲有資源去發展其他嘅行業。講開理財方面，又講下理財方面嘅性格啦。福德宮化忌入田宅宮，其實對住啲財產佢會有一個比較諗嘢深情嘅一面，但係之後忌出，所以佢會為咗財產，然之後可能做啲衝動嘅投資、衝動嘅食。咁如果係呢一個大運44至53嘅時候，咁呢啲嘢唔好再掂啦，即係比較高風險嘅投資啊，即係中高風險我都唔建議呢個時候去掂佢。咁你話之前嘅上一個大運佢都有呢個財運，所以佢可能喺投資方面佢會比較得利。咁嚟到呢一個大運嘅時候，其實就建議將所有嘅投資擺晒落低風險。而且另外一方面，遷移宮化忌入財帛宮，財帛宮自化忌出，代表佢對住啲手上嘅現金流嘅現金，其實佢會比較大使嘅一面。雖然啲大錢呢，佢會比較收埋，係啦，即係啲大錢佢會唔捨得使，但係啲細錢呢，平時食飯啊、買嘢啊呢啲錢銀方面呢，佢會比較大使，佢會比較唔理，見到中意就買，係啦。咁如果比較低谷期嘅情況下，咁會建議收啲手，係啦，留翻啲即係非必要嘅，咁就可以唔買住。調翻轉，如果想要學啲咩，覺得邊啲行業可以試下投資嘅，咁嗰樣嘢反而可以大手筆咁樣落去。因為喺44至53呢個大運，遷移宮忌嘅契應，代表佢出去社會，佢做任何嘢嘅時候際遇會比較差。只不過佢而家強嘅位喺邊度呢？強嘅位係子女宮，子女宮係非正規學習位。天梁祿係一啲高品味、高品質嘅星，或者係啲同宗教、玄學、佛法有緣嘅星。因為佢嘅結構，而且係子女宮領軍，所以佢有一定嘅自學能力。去學習一啲嘢嘅時候，而家係一個最好嘅時機。然之後亦都會有緣遇到一啲好嘅師傅，因為父母宮亦都係正入嘅契應。咁如果你揾到一樣嘢，你覺得有發展嘅方向，你第日呢樣嘢賺到錢嘅，咁而家可以放心去學，係啦。而家係學嘢嘅好時機，而家呢個時間就會學到啲真係高質、真係勁嘅嘢。命宮嘅權拱子女宮嘅祿，
你對呢啲學習嘅嘢會好有要求，而且父母宮化祿過嚟，可以令到你拜到一個師，或者喺出邊跟到一個好嘅老師去學。然之後後面一路串連情況，亦都可以即係喺呢個大運呢段時間，你可以培養你下一個職業。然之後最後，如果你用呢樣嘢嚟開公司創業嘅話呢，咁你個收入就可以好可觀，未來好容易達成6位數字嘅月收入。所以如果而家個條件唔係太差，咁當然原本嘅行業本身要揾錢嘅 keep 住揾。但係如果你有條件，你仲有興趣想去學嘢嘅話呢，而家絕對可以學。咁當然你有提及啦，記憶力短暫記憶越嚟越差，咁呢個冇辦法係啦。呢個10幾歲嗰陣時，啲短暫記憶一定係最好嘅。然之後咁，因為你嘅讀書強，你嘅父母宮強，父母宮就係啲記憶力，所以你細個嗰陣時記憶特別好啫。其實只係而家冇以前咁好，而唔係越嚟越差。你而家要去學嘢都好，你仲可以好快咁樣上手，然之後學以致用，變成你嘅職業，賺取高收入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俾我咁樣實際論命嘅話呢，大家可以去翻我 IG 個 po 嗰度留言 like follow，然之後就可以參加抽獎噶啦。